们。大不了老师再买一桶还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借一下铅笔。来，白色的布都可以做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快点哦。Hello。好，各位小朋友都找到位置了哈，都有位置。好，所有小朋友大家早安。哎呦，一早起来就没有精神了。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已经好久以前就告诉你们，对不对？知道今天来的人是谁？优媳妇、优哥，对不对？我们那时候还到你们班上去放影片，然后来告诉你们说，到底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在我们等一下要开始画画之前，或是要请优哥介绍之前，我们大家先祷告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看天空现在上面好像很多云，对不对？老师今天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对，如果下雨的话，全部就泡汤，因为我们今天都要在户外画画，包括我们等下中午去吃烤肉的时候也是在户外吃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，你不用闭眼睛，你也不要觉得啊我好像被强迫，然后被逼着一定要祷告，你不用没有关系。但是这边是基督徒的，请举手，都有去主日学的，去青少年的都有的哈。好，等一下呢，这个老师右手边这个用哥哥呢，他会带着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那老师现在把麦克风交给他。小朋友，我们把手握起来，眼睛闭起来哈。那听老师讲。好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在这边向你祈求，恳求你带领我们这一天的活动。尤西夫从英国跟比用从纳马夏过来，以及有干老师来促成这件事情。那希望这美好的事情能在你的带领之下，然后可以顺利的完成。那也祈求上主耶稣能带给小朋友安静的心，然后去做自己的创作。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真神，阿门。